根据调查，有袂少的看护，逐个月领17000左右。不过工作时间是规工24点钟，拢得随时看顾。有人甚至做3档拢唔捌休假。这寡家属义工，因的劳动权益无受劳基法的保障。2004年，劳团推出家属服务法，不过因为头家甲新劳桥袂好势，到今也拢无进展。米娅杀阿嬷拄对公园散步转来，入门了后，米娅先替阿嬷刷位，互伊伫咧眠床歇一下，伊才搁去款厝内。照顾4年了，我都跋倒行袂行。所以17500块一个月的收入，一个月，你觉得够吗？还可以啦。今年的基本工资已经起到逐个月23800，不如个家属义工有关方排除在外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全台湾有24万外的社福义工，一年占7成，也乃因服务全台湾至少23万外的适龄的家庭。看护工不管是食啦、困啦，24点钟拢爱和伊照顾的人做伙。毋若做工课时间长，袂使凊彩换头家，佮加上劳动条件无受劳基法保障，全3不五时就听讲有义工落跑，私底下找较有利头的工课做。去年劳动部自己做了统计，他们统计有30%的劳工是没有休过任何假的。对，那也其中有大概5-6成的劳工是可能比如1个月放1次假。那我们认为说这样的状况其实是对这群移工是完全没有保障的。根据移民署的统计，即阵失去联络的移工计共51000外人，其中以看护工28000外人上多。劳团伫咧2004年头摆向立法院提出家属服务法草案，要求至少互移工有少年煞休11点钟，爱照劳基法做7天就爱休1天，基本工资嘛就爱和台湾的劳工同款，爱买过24000。不如个劳动部坦白讲，要杀专法难度真悬。雇主跟劳工的意见上面还是不太一样，尤其是对于在家户里面工作，休息的时间跟工作的时间有时候是很难以区隔的。这个状况之下呢，当然要马上去立法是有一些困难的，但是劳动部这边应该还是会继续来朝这个方向努力。劳动部嘛讲，弱势适龄的家庭，因的负担能力嘛就爱列入考虑。未来除了加强落实雇主请移工进前，就爱参与讲习，也爱参移工来全国的政府检讨薪水和劳动条件。因也希望长期照顾制度有更加完善的配套措施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。